几年前，伊欠人足侪钱诶，5000多万，对啊，5000几万哦。啊，不过这10几年来，伊无讲走路，无失踪，无出国去留学，真正真灵魂伫还钱。其实嘛想要走，但是卡伤底走袂去，就遐就向掠转来啊。讲啊认真的啦。哦，无啦，就是爸爸妈妈互我的教育，就是咱拄着问题，拄着代志，咱都爱较勇敢的去面对，甲代志豆豆啊，一项一项豆豆处理，一定会处理煞的。是。所以我嘛真感谢爸爸妈妈来我迄阵上无好的时阵无甲我踢在一边，无甲我放散，叫我好好去面对。我嘛真感谢因。互我有这个温暖的家庭。阿嬷听你安尼讲，阿嬷目眶拢红红啊。袂啦袂啦，哈。即摆吼，妈隔壁吼，安尼真乖。讲好话加讲一寡。妈隔壁即摆安尼吼，真乖真友好。无想讲着行即个路，做阿妈的人会唔甘啦。是。咱嘛无迄个力量人帮忙啦。到即句节目还也未完啦，吼。要完啦，要完啦，要完啦，免烦恼啦，免烦恼啦。